喺度研究緊舊版 AI，你可能仲未意識到 Gemini 3有幾強大。如果你係 creator 做 marketing 或者係 freelance，呢條片你一定要睇完，因為遊戲規則已經改變咗。我啱啱實測完 Gemini 3 Pro，呢種震撼真係令到我起晒雞皮。簡單講3個點，睇下佢哋點樣嚇死你。第一，一鍵生成全套嘅 Reels 內容。以前要諗橋、寫稿、揾材料，而家一個提示詞，佢直接幫你搞掂晒腳本、口播文案、視覺圖片同埋 SEO keyword， 一個人就可以發揮一個團隊嘅生產力。第二，零門檻嘅素材生產力，就算你完全唔識設計、唔識剪接，Gemini 3都可以幫你自動生成素材。只要一部手機，你就係一間多媒體製作公司，成個創作 workload 縮短咗90%。3，從創意到實踐零時差。佢唔只係寫字，仲可以直接寫曲，由整 Pokemon 風格嘅小遊戲到直接幫你 G 一個完整嘅 landing page， 佢嘅執行力簡直好似屙咗外掛咁。AI 唔係要取代唔到你，只會取代唔識用 AI 嘅人。而家嘅 AI 已經進化到你想象唔到嘅地步。如果你唔係創作路上被拋離，關注我，留言 Gemini，帶你掌握最新嘅 AI 資訊。